當你送一份禮物俾人，其實喺拆開包裝之前，已經有一啲好有趣嘅事情發生緊。喺你嘅腦入面，對方嘅腦入面，甚至喺件禮物嘅設計之中發生。我哋都中意收禮物，但送禮嗰一刻，嗰種期待、希望對方會中意嘅感覺同樣咁強烈。點解呢？因為送禮從來都唔只係一個交易，而係一次深入人類心理嘅過程。大家好，歡迎嚟到呢個頻道。喺呢度，我會同你一齊探索設計、心理學同神經科學，點樣喺好細微，甚至我哋察覺唔到嘅情況下，影響我哋嘅生活體驗。今日我哋會拆解送禮背後嘅心理學，仲有設計點樣將一件普通嘅物件變成一個有情感重量嘅體驗。一、點解我哋要送禮？背後嘅心理。送禮唔只係一種文化習慣，佢其實係一種心理機制，用嚟拉近關係、表達關心同埋傳遞一啲我哋未必識得用說話講出口嘅情感。心理學家稱呢個做情感代理效應。一份禮物會代替你本人承載你嘅心意、注意力同埋你對對方嘅重視，佢係一段關係嘅實體表現。但係有一個重點，一份禮物嘅價值好少真係嚟自價錢，真正嘅價值嚟自意義，而意義好大程度係由設計塑造出嚟。二、送禮會啟動邊啲大腦系統？送禮嘅行為本身會啟動大腦嘅獎勵系統，尤其係紋狀體同腹側被蓋區。單單諗住對方嘅反應，你已經會分泌多巴胺。呢個就係點解有啲人會覺得送禮比收禮更開心，因為你嘅大腦喺化學層面上獎勵你嘅慷慨。至於收禮嘅人，喺見到或者摸到件禮物嘅一刻，社交認知系統就會即刻啟動，佢哋會下意識咁掃描呢份禮物有冇心思，有冇用心，同我有冇關係，而設計就係喺呢一刻開始發揮力量。三、設計點樣影響情感？由最簡單嘅開始，一份禮物嘅外觀、顏色、觸感度、重量、比例，喺未拆開之前已經影響緊我哋對佢嘅情感判斷。極簡、霧面灰色嘅包裝會令人聯想到成熟同質感，手寫標籤會傳達溫度同親密感。圓潤嘅形狀比尖角更令人感到安心。我哋會喺幾毫秒之內透過感官評估處理呢啲信號。好嘅設計唔只係裝飾禮物，佢會塑造期待、情緒同埋情感意義。四、期待感嘅力量，包裝作為體驗設計。拆禮物其實係一個心理事件，設計師會稱之為期待式序列。每拆開一層，絲帶、包裝紙、禮盒都會延長一個好短但好重要嘅期待時刻。呢一種慢慢揭開嘅過程會增加多巴胺嘅分泌，令整個體驗更加深刻、更加難忘。Apple 精品朱古力手作品牌，全部都用緊呢個原理。重點唔係奢華，而係情感節奏。五、感知到嘅用心程度，影響一份禮物有幾有意義，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因素就係對方感受到你落咗幾多心機。呢個唔一定代表要手作，用心可以表現喺有針對性嘅個人化，符合對方性格嘅設計，獨特嘅材料，解決日常一個細微問題嘅物件，甚至只係一隻好啱佢審美嘅顏色。設計令用心變得可見。當一份禮物感覺好，為你而設，對方會解讀為你真係了解我。呢一種感覺會提升催產素，一種建立連結嘅荷爾蒙。六、物件嘅故事性，設計點樣加入敘事？每一份禮物其實都帶住故事，無論你有冇刻意安排。
設計可以透過唔同方式將故事放入一件物件入邊，例如用回收物料嘅筆記簿會自然傳達環保同價值觀，手工製作嘅陶瓷杯會因為細微嘅不完美而顯得有人情味，帶有文化圖案嘅設計會連結記憶同身份。又或者一件設計內容可以陪伴好耐嘅物件，本身就講緊一個關於長遠、關於珍惜嘅故事。另外，一種獨特嘅設計理念，例如極簡設計，會傳達清晰同有理智，而表現性較強嘅設計則會令人聯想到創意同個人風格。有故事嘅禮物會啟動大腦嘅預設模式網絡，刺激想象、記憶同情感深度。當禮物有故事，佢就唔只係一件物件，而係一份會被記住嘅情感體驗。人記得故事比記得物件本身更深刻，所以一隻手作陶瓷杯同一個回收物料嘅筆記簿會同量產產品感覺完全唔同。故事係情感價值嘅錨點。七，為收禮者而設計，而唔係為自己。一個好常見嘅心理陷阱，我哋好容易買一份我中意嘅禮物，而唔係佢需要嘅禮物。心理學叫呢個做自我中心偏誤。設計思維會提醒我哋轉個角度，唔係問我覺得靚唔靚，而係問呢樣嘢符唔符合佢嘅生活、身份同未來。好嘅送禮設計其實就係以使用者為中心。當一份禮物貼近對方或者佢想成為嘅人，佢會感到被肯定。八、可持續性，新一代嘅意義心理學。近年環保同可持續選擇已經改變咗禮物嘅情感價值。一件可持續設計嘅產品會傳達責任感、價值觀一致同長遠思考。心理上，呢一種選擇會帶嚟道德提升感，一種因為做咗正確事情而產生嘅溫暖感覺。簡單講，一份可持續嘅禮物唔單止感覺好，仲會令送禮同收禮嘅人都對自己感覺更好。九、點樣即刻提升一份禮物嘅設計感？幾個你即刻可以用嘅原則。第一，個人化比完美更重要。細微嘅度身訂造比貴但普通嘅禮物更有力量。第二，多感官設計，觸感、聲音甚至氣味都會影響情感記憶。第三，有心思嘅包裝，一個簡單但有結構嘅拆盒體驗可以徹底改變感受。第四，先講故事，加一句解釋你點解揀一份禮物俾佢。第五，長遠共鳴，揀一啲會被使用、被記住、融入日常生活嘅物件。送禮唔只係交換物件，而係交換感知、情感同身份認同。設計將呢一個交換變成一個真正嘅體驗，有記憶、有溫度、有人性。所以下次你送禮嘅時候，記住物件滿足需要，設計滿足靈魂。你其實係喺設計一個情感事件，留意細節包裝嘅用心，拆開嘅感官旅程，同一個真正連結對方人生嘅故事。減少雜音，放大意圖，因為一份用心設計嘅禮物，唔只係一份更靚嘅禮物，而係一個更有力嘅關心信號，亦係一個更深刻嘅共同記憶。最後，如果你正考慮送一份禮物，不妨揀一樣可以陪伴得更耐㗎。我哋嘅 Journal 日記系列係為反思、成長同韌性而設，裏面有好多激勵人心嘅名言。作為禮物，會隨住時間同對方一齊成長。有啲禮物唔係用一次，而係一頁一頁咁翻去再用。如果你想繼續探索心理學、設計同日常生活之間嘅交集，記得留意我哋嘅頻道，請按讚、訂閱、分享俾有需要嘅人，同按隔籬個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未來嘅影片啦。
希望今日嘅分享能夠為你帶嚟一點新嘅視覺同多一份覺察。我哋下次再見。